111年全民运动会，台南市代表队摕到25面金牌、27面银牌以及21面铜牌，总共73面奖牌，是县市合并以来上好的成绩。我相信这个成绩，我们可以见证台南市的体育的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的蓬勃发展。那谢谢参与全民运动会的各位好朋友，也感谢各位的努力，为台南市争光。可以成为真的是台南之光。市长黄月摕除了感谢选手的辛劳，选手嘛甲市长分享这份荣耀。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嘛特别感谢市长对体育的大力支持。咱台南市的体育伫咱的丰富市场伊遐尔啊认同之下，遐尔啊消停之下，来成立体育局。那么体育局成立，咱这边的全国运动会、全民运动会。上介好的成绩，就是要献予咱的市长。在今年的金牌当中，水上救生男子组金牌得主陈任勋以及林玉婷破大会纪录以及全国纪录。扑泳选手陈柏翰、国术选手林廷汉等人嘛拢第2摆摕下金牌。团体的部分，台南市得到考试院长奖，县市排名第6名。希望将好的成绩会当延续到明年的全运会。将上好的成绩留伫咧台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